明太子的台语怎么讲？明太柱，乌鱼子呢？我一记吗？啊，明太子。两个是一样的吗？所以明太子的台语怎么讲？我一记吗？明太子，大家讲，明太子啦，你可可话。明太子，什么迄是食的物件吗？寿司顶管不是拢迄一粒一粒一粒？今年食到80岁啊，咱知影讲迄明太子。人咧讲食饭皇帝大，那讲到皇帝会当食的物件，会当讲是山珍海味，不管是水内底收的，也是路零行的，应有尽有。鲍鱼、牛排，还有日本人真爱食的明太子。稍等一下，明太子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今仔日小编片段无想要走伤远，伫东湖地区问看卖啊街仔头的民众。你知道明太子的台语怎么讲？明太柱，皮嫩。明太柱，明太子啊！大部分的人认为是明太子，也有人讲台语无这个讲法。没有嘞。唔甘愿死心的我，又搁问民众另外一个问题：你知道乌鱼子的台语怎么讲？我一记吗？啊，明太子呢？明太柱，啊，乌鱼子呢？我一记，啊，明太子。两个是一样的吗？所以明太子的台语怎么讲？我一记吗？我看这位小姐已经互我母甲乱去啊，真正是斯里马塞。乌鱼子的台语。记，那明太子呢？皮记哦，明太不见了。太皮记。小编哪行哪问，行到东湖地区的菜市啊，看到卖遐头家，应该会知影明太子的台语要安怎讲吧？明太子，大家讲，明太子啦。你可可话。可可你啊，较定专业的，最专业的，恁专业的。明太子对。真的吗？说的对啦，明太子。头家，你这个明太子敢若去互走精去啊？明太子台语我袂晓。你袂晓？你讲正经的？真的啊。啊，乌鱼子诶。乌鱼子、乌鱼子啊。啊，明太子。明太不是叫做明鱼子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子讲啊。明太子变哪讲？明太子。不对。唔对吗？绝对不对，你这直接翻绝对不对啊。子可以念很多的谐音呐，有囝、有主啊，啊囡仔啊，拢买使啊。啊，所以若是讲明太子的，一定要用明太子。冇人安尼，那个南部音吧。我想应该无南部音这回事哦。明太子，明太子啊。明太子你有食过无？唔捌听讲这个什么迄是食的物件吗？你有食过日本料理无？日本料理有食过啊。嘿，啊，你迄寿司顶管毋是拢迄一粒一粒一粒，迄像迄鱼卵迄？系啊系啊。嘿，啊较细粒的。迄叫明太子哦。啊，明太子的我唔捌听。安尼你敢知影乌鱼子的台语要安怎讲？乌鱼子乌鱼子啊。乌鱼子就是乌鱼子啊。这位热情的东湖阿伯，佮甲我分享伊少年时伫东湖丰神的代志。摆我带去人家日本人来了，讲看我人，我甲比一支的。吼，读书哦。读书哦。嘿，东湖读书第一名。读书哦。第一名。东湖读书哦，嘛毋知影明太子的台语要安怎念？讲规半部，到底明太子的台语要安怎念呢？阮有一个新词语愿会是讲，应该是明太子。记，我毋捌听过。经过台语台找来的台语专家学者讨论解说，原来明太子毋是明朝的太子啦，是明太鱼的子。明太鱼是一种鳝鱼，古早韩国甲日本用伊的鱼子饲鸡的做菜咸，就是明太子。若是甲动食物生产后代有关系，不管是果子、菜子、巴拉子、乌鱼子，也是明太子，台语就读做子啦。我到即摆知影，我头一摆，我今年食到80岁啊，知影讲迄明太子。